我现在人在居委，我在大厅，看，全是污渍。你咋的？你谁啊？全是污渍，全是。这些是我们刚刚从上海遣返回来的猪肉，现在我们想也来开箱验一下，看看我们现场的质量是怎么样的。来，开一个，随便拿一箱下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是什么样的。小心小心，开，打开来看一下，打开来。现场看一下，看新不新鲜？新不新鲜？来再开一下，这个也再开，这个也开，开，打开。你们帮我拆开袋子吧，大哥，你也帮我拆开，快点，拆开。冷库里面不要抽烟啊，你不要点啊，看一下。这个是我们为上海市民提供的五花肉，来，小心，看一下。你如果说这样子的肉不能吃，请问上海的市民你们要吃什么？我问你们，如果说这些肉不能吃，你们要吃什么？来，太气人了，真的太气人了。如果说我们提供的这些猪肉这样子不能吃，请问你们要吃什么？我问你们。来，行。如果说这样子的猪肉不能吃，我不知道我要为你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。然后整条所有的柜，总共有8台柜，将近100多万，全部200万左右，全部给我撤回来。这是我为上海市民提供的新鲜五花肉。后面因为他们怕人民不够吃，跟我说一箱里面要放4斤。司机，你们看，你们给我作证，太气人了。他那不是我拿出来，大家看一看啊，居委里面很多蔬菜、大米、牛奶、饮料，来看一看啊。消杀物资全部齐全，饮料、可乐，什么都有。居民吃什么？好几百份，1000多份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浪费。这就是现在的大上海啊，上海有钱不一样。在这儿3天了都没人弄。